等的，在文物协会做啦，那我是说要讨论，我爱这个马路sa pasada kita anuhan masa na kita sa kita ito di kami, mamana hakya dan ini, tak ira sa dari makita, dari kami man, pakai ko ni pakai di jowi ngawa, tu ni serangawan bongka kita ira lutut kemudian sa iterut, atau di sa jauh hitam, ada ira bongka kita bawa kita jauh. Ai kata tulung, ira kata tumalu saka lica-lica itu tu bangsa, bisa cahau, saka sanga satu dunia, cahaya nai, bisa kita tumalu dia tahu. Anu ini kalau kita tu dia dulu kaya wah hao, kaya dunia cahaya kita selalu kita找一个美好，在一个里面的部落这边营造一个很原住民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件事很久，我们在原民局有谈过，像茶庄本来也说茶庄的外面那条路，把它营造成为一个像部落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有米的诺呀，有的米嘛，把里瓦来都金平好，马蒂来都带了米的嫩果拉放，这都拉放一些名产业，谁个啦？所以一面在做，一面在卖那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对部落里面的产业也会有一些的对生计有帮助？一方面是把我们的文化也是能留下来，在那个保留着；但一方面在部落里面也来觉得过来也好，有机会的时候，我是在你部落里面有弄一个，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厅堂，小孩子就可以在那边跳舞。当然，他们跳舞不是职业性的然后外面还是要读书。我给他布拉巴，定时间嘛，孩子可以休息的时间。那时候，是吧？龙族的这个集会所可能会变成这样子。那第一个抓的那个，我听到我也都好给到了，我训你们家，你周末第一个先拉那边看那边的精品产业，然后跳完以后再到大溪的。那个兵韩国小区马上打给他先过去，是不是我们可以营造出部落里面的一些风气，然后变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出产，说不定会扩大也不一定。不该你多年好，麻烦那我一打，咱来保证这样，可能以后会从事一个民主教育的民主学校。大家说就是体验营，也可以体验营娃娃，米那多阿斯蒂呀以后，我说嘛不比多嘛，给娃娃今天，把不了你不敢说那，那多嘛你那多紧啊嘛不要，然后还该么的干，就是我们大人要教。那我其实给你那多么给了好，结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嘛。至少可以贡献他的时间来熟悉，所以也来保留做什么来过好，那usaha sana kung hao, basa kan ako ay hakya， sanay我做ako， 那我不敢保证好，就是看我有dari pemutar semua langkah berarti serak, cincin usaha kamu, sanay ini anan widang namo, igaga namo, pakiram itu kita sa pagsahay ungka hindi doy ako sahan pagsahay kita tatulungay ka buhan nyo sanay ka buha para ribot ko balutso ni kaya ato ko kuha na po sa nawan na mo ang ipandam kaya ka buha kini ikaw kira ang kira haw 非常感谢这个也是中心的改造以及我们未来的市总其他都我们原来非常感谢，让我有机会跟你交流竞争非常感谢。至于刚才也提到改造这个
研究中心的一个打造哈，然后如果说前方呢，今年能够上任的市总，是啊，也让你大厂家呢那刚才也提到学校文化足语行业，这个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当然，我们的未来也不是做梦哦，会实现哦，好，像这样子。那你讲，你还把你还有那个16号，你那个我们大家明大前世他也是这个在啦，这个啥都还有，像这样子有一位。用心的一个大家对人生的比赛，把这个还有还有研究，四种，还在半年哈，到这里我是今年有3年16号，这个挂了这么呀，那是按就是比较好，这样子，你把这些艺术出来嘛，就是。也是那样，好3年。那么，反正我还是大家好，我也经过了，也是来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综艺就是射箭比赛的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中午还有超过1点多的，因为他自己煮的嘛，然后他们面的哎嘛，他为什么？去委外来去做呢，就是去赚这个钱，而且做不好又耽误很多的时间。你来你比较多咱去单上大家都跳舞的，所以你那好不好？今年还是嘛专场，我今年上今年我今年上今年上。高二33号，有这个医院，当然具备条件嘛，说打我们讲，第一个要件，要有东西，要有医院，要担当嘛，责任要有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脑筋了，不是说没有，你要不要用嘛？有心的话就像这能做嘛，马就应该你这样做，我不是很骄傲，确实就是要这样做。咖喱疙瘩，所以我那边为什么到目前，什么都有，没有人反抗。他有教他才会参与，没有教我，反正没有教我去那边看一看，我吃饭我去吃，甚至于有这样的经历。他教了便会切入，展的在那经费不是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但你们说也要好为补助社会。照样去行，不是吗？所以当然困难度还是有了，也要突破几个人算几个，的只要有办，就说已经算成功一半了。还能在车后队一个人超也别来，没有不会长大所以就盖教会嘛，要教育会嘛。我可以这样，所以你这样，去教会教不会，永远不会3年那比较好，公园好，谢谢大家。那么不怕多了，人家Maknyam tuh ini TV 的我们的尼玛哈拉更是。选举是归选举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那来头目给你们是不应该是真正的头目们。在这里ayawai bahat ni ala fini, tapi lah pengiran ayat cakap fino ni ami paici bisu cakap fino ni ami kuang ni aro cakap ni tengir mariana fino mana, dah itu makinnya bahat ni masa misahan ku bisa apa kita hilang yang teman kamu bisa tengir kami, saya kecamatan. Saya ku ditemukan di manfaatan nak patirengen ku cengwei kamu itu ni
今年米萨对爱是那个种子你样你那加油！真正的头目了，所以说给那个大一档一个月，然后妈妈大一档你头目啊，还难得个里在，嘛这里nyam malu inggi lah, kira kira semak nyam, saya ku pagamanai, saya ku ya seka, ku tahu tu kita ini ku amin su ini tuing, nah thau an thau satu yang lain, an ku 种子你不样，看那怎么说？可是叫个照。其实上一次有跟他聊过了，属于那南代古马东北等于桃园市啊，不要有主席的啦，各社区里面都是一个怎样，就是头目就是头目嘛，那个辅导长就给头目嘛，对，头目办就好了。哎，阿边慢就过来主席，那主席啊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他们搞不清楚，他们只会学习啊，所以我跟张同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也在讲，马架空那个头目的权威，就是被架空，被架空啊，马彦武主席这样，蛮人大，我们也是在努力当中，就是我们尽可能把你们的那个需求。 到最后，我们给它弄出来以后，把它的人民局，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主席的这个案能够解头目了。懂不懂？反正你得从古时候到现在。其实要从社区来走手的。哎呀，都好。那你的意见是什么？你说要走手？对，就是你。 要说有这种组织啊，说协进会啊，就是从那个社区来启发都会来负责这个。规划，我认为从基层开始，从就社区。我还是当然不好，你看，社区这边可能有的时候对于计划的上层有一些的困难。 不要怕，我们这个团队都可以帮你们写。然后呢，要很实在的拿头目，比如说我们都是跟学校还有一些像普罗大学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都要连接。我们把头目变成有文化的头目，县政府一看起来，哇，这个不是上班上得好，什么东西我们自己来。 在这个上班上，都送过去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制造2个对立很多？因为实际上呢，主席的头就是个对立啊，这样很多。但是这个主席，你现在你不能扳倒了，你那个林志荣造出来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看起来很坚持的时候，把这么说进来就可以。 所以也要看我们自己做头目的够不够团结了，重要这一点。大家团结一到晚上，大家们，大家们，好，算了，你了什么？这个就很难去讲。所以也要看我们自己。我多么方面的时候，我当然能要按照好，你人多么方面好，对啊，还有我的妈，我说了。 好，走，两个人都挂好，好吧，那我们就9点多了，这叫聚会。好，谢谢大家。好了，谢谢。